伫咧新竹的竹北是台湾正出名的乌鱼养殖区，为着要推广观光，也转型做休闲农业区，期待透过观光发展，吸引到这少年人回乡回来打拼。渔民无用咧处理珍贵乌鱼子，新竹县竹北地区单年乌鱼产值有1亿4000多万。不过，饲乌鱼的渔民年岁愈来愈大，愿意回来接手的少年人真少。地方希望休闲农业区成立了后，有更加多少年人愿意回来故乡。现在农渔业其实都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衔接的问题。老一辈的当然没有问题，那如何把年轻人引进来呢？我现在当然要把这个地方活络起来，开发成休闲观光的一个特区。我们更导入智慧渔村。智慧农村的这些设备，让以后要踏入这个农渔业的这个门槛更降低，对我们的帮助其实是非常的直接。那未来连这个凤山溪的这个跨河脚踏车车道，如果通的话，会带来更大的商机。竹北水源休闲农业区是目前全新竹县唯一兼有农业甲渔业生产的所在，占地481公顷，主要是饲乌鱼、虾啊，农作有青菜甲水果。那现在就可以申请盖民宿，可以做露营区，可以做 DIY 的体验场，那另外也可以开餐厅。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结合，让我们在地的这些年轻人能够返乡回来。除了农业区附近的新月海埔，最近嘛拄完成第1季的整治，所以来暗算拓宽道路，方便游览车出入，提供更加完整的观光服务。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